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 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切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。 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，对你的思念。 掺着淡薄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小伟，君华是你的后生？是啊，但律师讲哦，应该是面对才对啦。我实在是。 民望都收袂到，君华竟然是我的后生，各位啊，恭喜啦！哎呀，多谢，嘛都要多谢你甲我斗3工啦。无啦，啥物你甲我多谢？这你都要多谢吼阿我阿妈某啦。君华你遮尔优秀哦，迄就是吼因调教有方啦，吼，用啊功劳较大滴。会啦，我会好好甲因感谢啦。啊，这样代志你单独思考有甲？ 后面阿妈某讲过，啊袂啦，我是想讲吼，我家己亲身来甲因讲吼，较有礼貌咧。答应，我死嘛唔答应啦。阿婉啊，你咧创啥啦？有话好我讲好无？好好啊讲，你是要叫我安怎甲伊好好啊讲？俊华是咱饲2、30年的囝咧，哈？因安3两句话，咱就爱甲囝喊伊哦。啊，毋过囝是别人的啊，人找到遮来，咱敢毋使无幸运呢？幸？有啥物资格叫我幸？ 俊华自细汉到大汉，伊敢有甲抱过？伊敢有甲关心过？俊华破病的时阵，伊若是伫倒位？伊有甲试过无？有经过做老爸责任无？这2、30年来，咱是费偌大的心血，去家囡仔带到这大汉的，这敢有公平哦？好啊，你莫阁讲会使袂？我要阁讲啦，我就是要阁讲。俊华自细汉身体就无好。 我会记得有一天，伊忽然间发烧。后来我阿公啊，伊身体就一直拢无好啊。你不但无好好照顾俊华，你嘛无好好照顾宝琴。你知影宝琴啊离开你了后，伊有偌可怜无？伊又搁枵，又搁破病。 害一间宝岛流浪伫台东，结果难产来死。你即马顾面子来甲我讨囝，你袂感觉你受过分了？阿婉啊，你莫甲我动啦，我就是要讲啦。罗董事长，俊华若知你对伊那咧无囝，伊敢会甲你认了？哈？伊敢会认你哦？ 好啦好啦，停下来，莫生气，你先坐咧，先坐咧，听我讲啦，吼。今仔日罗董的吼来甲你参通这件代志，也无啥物歹意啦，吼。啊，总是讲你若咧吼，甲俊华咧辛辛苦苦车养几落10年吼，伊感谢恁都袂负啊，伊嘛袂讲吼，啊甲伊相认，啊，就叫恁用的这边莫搁来去，无迄个道理啦，吼。 啊！你有当时你甲想看卖啦。啊，俊华这囡仔遮尔优秀，
啊，若假使讲，啊，都恁用的这边遮尔疼的，啊，佫会当甲伊亲生老爸相认，安尼对伊来讲，毋是得到佫较济的爱，佫较好啊。吼，啊，所以我想安尼啦，吼，先互恁冷静，啊，替这囡仔小思考一下啦，啊，阮连工才佫来拜访你，吼。啊，甲你送一个。袂送啦。啊，你想拍算要安怎？人阿母安尼讲了真对啦，我有影是吼，根本就无资格通甲俊华相认。这嘛袂用安尼讲啦。佫较安怎样我讲吼？这个囡仔就是你生，就是你的囝，啊，你就是个亲生老爸啦。亲生老爸是要创啥？啊，咱也无共请养对啊，对。啊，亲生老爸，咱予伊的只有是痛苦啦，只有是伤害啦。我要哪有资格通做伊的老爸啦？啊，若照你安尼讲，那咱都毋免再帮咱找这个囡仔啊，对无？啊，补100年读这拢加补的啊。虽然你安尼讲是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吼，对我来讲，我会当知影讲，我有一个后生遮尔好，我已经足感谢天公伯的啊。这咱村里人讲嘛。啊，我来你讲拢有理啦，但是吼，上重要嘛是爱看俊华伊的态度安怎。你是讲？我是讲吼，俊华这个囡仔着重感情啦，爱来知讲当时你有你的苦衷啊，无得反倒转来同情你啊。总讲一句，你也万千失望，我感觉还佫有参详的余地啦。入来。报告总裁，但律师打电话来讲，已经找到小少爷。哦，安尼真好。伊即摆人伫倒位？叫啥物名？伊名叫做张俊华，今年29岁，伫台湾台北市的罗氏建设公司上班。罗氏建设？安尼毋就是？嘉文，明仔载你先赶去台湾安排一下，我会尽量紧赶去到我的外孙小弟。是，总裁。对，你感觉我做了对无？还是你有更较好的意见会当提供我？我拄则毋是甲你讲过啊？不管你做啥物代志，只要你认为是对的，你就做你放手去做。不管你做啥物决定，我拢一定会支持你。多谢你。要毋过博山，以怡娟即摆身体状况来看，伊的病啥物时阵会好，咱拢毋知影。你家己心内爱有拍算。我已经考虑清楚啊。就算讲伊永远袂好，我嘛会照顾伊一世人。一世人？嗯，一世人。博山，我真是无想到讲，你对怡娟感情用遮深吗？我真爱怡娟，伊会变成今仔日这么悲惨的命运，拢是因为我害。我感觉讲，我有义务来照顾伊。这，你应该袂反对吼？我当然袂反对你安尼做啊！自头到尾，我一直甲你讲，不管你做啥物代志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只是博山，你一定要会记的，不管你做啥物代志，一定要对你家己负责任，嘛要对别人负责任。你会知影你家己咧创啥物，千万唔通虎头鸟鼠尾，也袂用为着一时的冲动来意气用事。你认为我对怡娟这件代志是一时的冲动？意气用事。博山，你是一个巧巧人，你应该知影阿姊咧讲啥物。为着怡娟的代志，你开嘴合嘴就是要报仇，要报仇。你敢捌想过，我为着这件代志，我足烦恼的呢？
做歹代志，本来就要受到处罚，这有啥物通烦恼？姐，我拜托你莫阁遮尔相怨好无？怡娟是毋是好人？伊是好人对无？那你是安怎会变到安尼？敢讲好人，就一定有好报。博山，天公伯啊，有在看啦。不管安怎讲，我相信伊一定会恶有恶报。你莫阁继续安尼落去好无？爸甲妈干那咱两个囡仔，假使你阁继续安尼落去，你感觉爸妈会在天之灵，应该会安心？我无想要搁甲你讲这件代志，我还有个代志，我要先走。博山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今年刚刚你也下补济吼，直接送去工地。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君华，是。当初你有讲咩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你若有啥物代志，都爱甲我讲哦。真正啦，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当处长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，敢要转去休困一下？其实这份文件毋是遐尔重要啊。多谢你关心我，无啦，我人都无安怎啦。哦，无你慢慢来看，我先出来去。俊华。啊？我签互你啦。哦。多谢。当处长。要若无，我先出来做代志。哦。多谢你对我的关心。你若是知影我是你的亲生阿伯了后，你会变安怎？敢要搁会关心我？王明翰是你？我是王明翰啊。哎，你别搞怕了！你别怕了！怎么了？你先搞怕了？谁要甲你拍？你叫人去骗保安金，差点害死一条人命。你阿妈较好咧，搁敢告张龙峰啊？我后摆唔敢啦，我后摆唔敢啦。不敢是？兄，你给我拍着伤？志坚啊，我用不用你害死啊？你用我的名义去招揽客户，伊还搁以保险费教唆，互别人去自杀，我差点要叫人拍死。你真正把我害死啊！你知无？你看，你听我讲。看，无路用的卡笑。赶紧这个电话甲我接入。我是罗清云啊，老夫人你好。俊华，到即马也唔知影伊家己是互领养的，啊，不过，你也是，我来开门。
报告总裁，罗董事长到。请伊入来。是。来。老夫人，恁拢出去。是。老夫人，真久无见面啊吼。有偌久啊？有20-30年无？有啦，已经有20-30年啊。请坐。我来台湾有啥物目的，你已经了解。你有啥物看法？讲出来听看觅。我知影老夫人即摆来台湾，完全是为着要甲外孙俊华来相认，要互伊认祖归宗。也毋过，俊华是我甲宝琴的囝，所以我想讲，有啥物话做你讲？是安尼啦。俊华已经成年啦，已经是大人，到底是要互伊姓杨，还是姓罗，敢会用互伊家己来决定？你的意思我了解。当初你无顾着我的反对，你将我的查某囝暗中偷带走，但带走了后，你并无好好甲照顾，也无甲伊正式结婚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知影我有偌思念伊？你敢知影我用偌多时间，我花偌多精神伫咧找找伊？到今仔日，我所找找到的是啥物？是30年前伊难产过身的消息。你敢知影？你敢会当体会一个做老母的失去查某囝的悲伤甲哀痛？老夫人，失去宝琴，我的心肝内嘛是非常的痛苦。我对不起宝琴，我对不起你。既然你敢知影对不起宝琴，对不起我，那安尼你就不应该甲我争取俊华。也毋过，我争取俊华，我毋是为着要得到伊，我是为着要争取一个机会，通好来甲伊补偿。我希望你会当谅解我这个做老爸的心情。老爸，你敢有资格做俊华的老爸？无对，我有影是无资格通做俊华的老爸啦。也毋过，当初我唔知影有俊华，宝琴要离开我的时，我唔知影伊有心啊。你免搁再辩解啊！代志自然的是决定。等我甲俊华相认了后，我即时带伊离开台湾。老夫人，好，假使你若是要弥补对宝琴的亏欠，有一件代志你用得去做，去病院的，甲俊华做 DNA 比对。我相信你肯答应才对啦，吼。代志自然的是决定。等我甲俊华相认了后，我即时带伊离开台湾。董事长。什么代志？拄只5档有打电话来找你，啊，搁有我要提醒你，中昼你甲陈董的有约好啊，你要准时到。我知影，我会准时到。秀兰啊，你敢还会记啊？我咧找我的亲生囝的代志。我会记啊，董事长，是毋是你找到恁囝？已经有消息来哟。无毋对，我已经找到啊。董事长，安尼足好个呢，我先恭喜你。对啦，你甲恁囝敢相认啊？也袂。
你敢知影我的亲生囝是啥物人？我唔知影。你绝对想袂到，俊华就是我的亲生囝。董事长，你讲俊华是你的亲生囝？真意外吼！我真是感觉足意外。俊华是你的亲生囝，安尼真是足好诶。你讲什么？张俊华是罗党的后生？安怎？你也惊着？连我吼嘛唔相信。张俊华是罗党的后生，那呢？伊就是罗氏建设的继承人。伊有遐尼啊好条件，我更加无可能变赢伊。喂，我咧甲讲话，你有听到无啦？有啦，继续讲啊！我真正强要气死！半路走出来一个听家金，连我要继承吼罗氏建设的希望也无啊啦。迄是无一定。免点名孝心啦，阮阿姐吼一向是上器重张俊华的。啊，既然伊是爸仔囝，我真哪有可能互我继承？你先卖着急好无？你这是啥物意思？我的意思真简单，将张俊华创掉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这是啥物意思？我的意思真简单，将张俊华创掉啊！到时阵伊若连命都无，敢要阁变有脸？你看书办事啦，我只是提供一寡意见给你啦。我无叫你去杀人哦。这件代志跟我无关系哦，听有吼？好，拜拜。淑玲，我讲有听唔到，教唆杀人这款代志，你嘛做会出来？你是咧黑白讲啥？我只是咧讲算笑尔，你当作真实咧哦。讲算笑？你讲这款算笑，敢袂伤超过？你还是家己的囡仔无乖，还阁要害别人是无？陈志杰，你的心肝伤凶啊啦！你讲，你是安怎要害张俊华？是毋是为着新兰？淑玲，你是想伫倒位？我爱的是你，甲新兰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而且我甲新兰嘛是过去式啊。搁再讲，我无代无志，那就提张俊华啦。迄是电话内底凊彩讲的，讲算笑尔，你哪就大惊小怪啦？搁再讲，我的事业遮尔啊顺利，感情阁遮尔稳定，我咧去遮有读较歹去哦，敢有价值？我甲你讲，上好张俊华无代志，若无我袂放你煞。董事长是我的爸爸。好，天天要落红雨啊，你莫甲滚算笑好无？拜托的。喂，我毋是咧甲你滚耍笑，我足认真的呢。董事长伊无勇气来甲你相认，所以叫我先来甲你讲啊。当你嘛帮忙，即嘛是咧半电视是毋？我嘛知影这件代志敢若足拄好的，也毋过董事长袂黑白讲话啊。而且伊阁不止叫我甲你讲这，伊希望你会当原谅伊。希望我原谅伊。原谅伊当年对你啊。你莫讲啊，你莫讲，这件代志我伤意外，我无法度接受。我要回来问我爸妈，我即马回来。俊华，俊华，你肯定真的啦！歹势吼，我即马心肝内有较激动淡薄，也毋过我足欢喜的啦。我要回来问阮爸妈。你下班当才问买壶啊？喂，小兰啊，你是？我是陈律师。哎呦，哪搁一个律师啦？红的啊，来啊！我什么律师啦？好，咱个律师敢足有缘的款的吼。对就是，张太太，你好，我是香港洋基集团所请的律师，我今仔日来呢，是要带一个人来甲恁见面。总裁，这就是张先生，甲张太太。张先生、张太太，两位好。这位呢是杨老夫人，伊就是香港洋基集团的总裁。总裁哦！啊，来，坐来，起来坐。哎，阮是话较会啦，吼，歹势，来，这。坐。
啊，唔知总裁吼来阮这个所在，唔知有啥物贵事吼。是安尼啦，我专工对香港赶来台湾，就是要甲我的外孙相认。今仔日特别来甲恁拜访，是想要甲恁参详这件代志。甲这外孙相认，啊，你是讲俊华就是我的外孙。啥？啥？俊华是你的外孙？无毋对，在30年前，是我的查某囝宝琴所生的囡仔。张先生，张太太，恁收留我的查某囝，搁请养我的外孙长大成人，这份恩情，我永远甲你感激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知影讲恁两翁仔某真疼惜君华，唔甘甲伊离开。也毋过我嘛真需要君华。在香港，我事业做甲足大，需要有人通好继承。所以张先生、张太太，我希望恁会当互君华认祖归宗，互我带君华返来去香港。为着要报答恁的恩情，我会互恁一笔钱，会当互恁后半世人唔免烦恼食穿，会当开外开。拜托恁成全。唔免啦，杨夫人啊。金钱毋是万能的啦，你要用金钱来买段亲情。当初阮会收留恁查某囝，是因为可怜伊、同情伊。阮甲俊华当作亲生后生来饲，我毋是为着钱啦。这我知影啦，我嘛真感激恁的慈悲心。你莫阁讲啊啦，我袂互俊华甲恁走啦。虽然吼，阮兜毋是真好个，毋过阮拢真爱俊华，阮一家口啊吼过得真快乐啦。阿豪啊，送人客咧。哎，歹势啦吼，阮无咧跟讲啊。张俊华，啊，有贵事。第六。李万总，是不是我弄到你啊？啊，无代志。哎，你老灰啊？你有骗尔？安怎？咱捌见过面是无？啊，你看起来面色面色。是不是在香港？我是香港人，第一届来台湾。应该唔是咧，我足久唔捌去香港。你应该无代志吼？无啦，不要紧啦。哦，君华，君华，你讲迄个少年叫做君华？是，伊就是你的外孙君华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我无代志啦，我紧。是我上纯情的梦，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无代志啦。啊！你手在流血，是互我的车弄到的是？无啦，甲你无关系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嘉文，是，紧带来互医生顾药啊！唔免啦，我家己开车转来顾药就好啊。手在流血是免哪开车啦，还是着爱去互医生顾一下。紧啦，行啦。张先生，你着莫阁推脱，这嘛是杨夫人的好意。陈律师，这拄啊好，是你哦。是啊，我嘛想袂到，伊才会拄着你。好啊啦，莫阁拖啦，紧，来互医生顾药啊！紧。唔免啦。
歹势，耽误大家的时间。你就唔免客气啦，我载你转来。我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坐去恁遮转来就好啊。我就甲你讲过，你唔免客气啦。喂，张先生，啊，你即摆是伫倒位上班？我伫咧建设公司上班。建设公司？那会遐拄好。我嘛打算要踮台湾成立一间公司，想讲要找一寡少年家仔，较有人才的。唔知影你是毋是愿意？假使你若是肯来我公司上班，你的薪水会比即摆的薪水加2、3倍，你知？哇！也毋过我咧开的吼，嘛是建设公司，可能会甲你目前的公司会对立。真歹势，我即摆公司对我真好，我无想要离开。假使薪水若加10倍咧？这毋是钱的问题啦。你开的是建设公司，我拄来你讲价啊，我无方便，你用迄个找别人。其实我还阁有一单真重要代志要办，歹势啦，我先来走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囡仔这么标准，这么优秀，我一定要甲罗清芬、甲张家争取到底。我来讲哦，等下警察来转来哦，啥拢莫讲，叫拢唔知哦。我知啦，你家己去小心，一支嘴仔大见哦，乱讲话哦，真诶哦，无小心就讲。大嫂讲叫我细心，你家己较细。爸妈。怀，你哪会早早就转来啦？我想要甲你问讲哦，你手烧到啦？你手去接着，是啥物代志啊？爸爸讲者。哎呦，较细力啦，你粗骹动手，你安尼。袂要紧啦，其实是我行路无倒去弄着。哎呦，你著较细致，你去好困，我来去买猪脚面线你食，吼，给你压压惊啦。哎啦，一定爱。爸，妈，我有代志要。啊啦。哎，无代志。哎呀，无代志，你话较大声，我拢来去买猪脚面。妈，啊来，你过来坐啦，坐啦。你甲我讲啥？你先坐嘛。医生哦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啦？啊！哎呦，你莫咧吞吞吐吐，我来去买猪脚，你食。我要问。妈，我听新兰伊咧甲我讲吼，我是罗东的亲生后生，对无？你是你讲啥来？新兰讲讲的，我来。妈，新兰讲的我唔相信啊！我你亲嘴甲我讲嘛。哈，佮变你老母啊！新人你讲的无毋对。啊，无啦，爱面对现实。莫讲是路党的啦，今下因外妈就地方到要来遮找啊啦，你要看偌久？啊？俊华，爸爸甲你讲，路党确实你的亲生老爸，阮是你的养爸养母。我真是罗党的亲生后生。有够赞的啊！我的偶像就是我的爸爸呢。哈哈！你笑啥？罗党是杀人凶手，你知无？当初若是放杀你亲老母，伊嘛袂死啊！这凄惨，你去欢喜啥？你讲啥？俊华，你的手哪会受伤？不要紧啦，这是目前咱公司所有案的文件资料，还佫有客户书。另外实习书，请你收来。你要死证？你想哪要死证？唔免甲我问原因，你心肝来比我较清楚。是心内甲你讲啊，你唔肯接受我这老爸。董事长，多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栽培，你的温情，我张俊华袂忘记。俊华，君华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我
我拄则毋是甲你劝过啊，你啥要搁死志？不管安怎讲，伊拢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你哪会用安尼伤伊的心？哎，你敢毋是一直想要知影家己的身世？即摆你知影，你应该勇敢去面对才对啊！你无法度体会我的心情。我即摆规个人拢戆去啊！我甚至毋知影家己应该安怎做较好。假使我若接受我的亲生老爸，我就去伤着阮爸妈的心。我敢若紧一爿，你知影无？你当然嘛毋知影，所以你莫甲我苦劝。要毋过我真是袂明白呢，你是安那袂用当时有亲生甲养的咧？你用当时陪伴因，当时友好因啊？哎，你袂用为着要保护阿伯阿姆，就伤害罗董啊？我无对不起伊呢。我甲你讲，罗青云就是当年害死我亲生老母的凶手。安尼我会用走吼？我感觉不管安怎讲，你应该给罗董一个改正的机会。毋是我无有机会，是当年伊家己造成的结果。君华，你听我讲啦，君华，君华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搁假？张俊华伊受伤啊，是毋是你做的？你到底在讲啥？我在讲什么？你心内有数。陈志杰，你实在伤离谱啊！你为着心内什么代志拢做会出来？你敢觉是人？你到底讲啥话啊？这款代志你也讲会出来哦？好啊，那安尼你甲我讲，张俊华是安怎会受伤？你莫讲这项代志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我无可能相信。哦，无你要叫我讲什么？啊？你要叫我讲，人是我去抬的是无？好啊，我问你，你有啥物证据证明讲是我叫人去抬的咧？迄通电话就是证据啊！陈志杰，我真是对你彻底失望啊！你对我失望？啊我咧？我对你唔才失望。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讲我去抬人，原来我陈志坚伫你心肝内是这款角色。苏玲，咱之间的风风雨雨已经有够多啊！卡叔讲，你若是一直要将我向下杀，你才会欢喜啊！安尼真简单啊！咱规矩切切啊！你总算讲出你的真心话啊！你早就想要提出分手啊，对无？好啊，你要分手是无？咱即马就分手。苏玲，你甲冷静，我。你啥物？你是毋是搁惊阮议长袂谅解你，袂支持你对无？是，我毋是惊讲你议长无要支持我，我是惊讲咱10几年的感情都安尼煞去啊！10几年，苏玲，人生有几个10几年？是啊，人生无几个10几年，所以我就恨，我家己竟然开这么长的时间去爱一个人。苏玲，是的。你甲我斗阵，我毋但无你快乐，颠倒互你痛苦甲委屈。这一切拢是我唔好，你莫离开我，拢是我。我知影过去是我对不起你，也毋过迄拢已经过去啊，给我一摆机会，互我补偿你好不好？笑博啊，你莫阁讲啊，这件代志我无想要阁去想啊。好，你这个囡仔吼，就是安尼才固执啦。迄个性拄啊，甲恁老母共款。当初时是恁老母家己离开恁老爸啦，啊，恁老爸往哪去甲找呢？啊，你四界找几落年，啊，都找个无，甲落尾啊，恁老爸怎去跳水死呢？啊？我都交早我甲救起来啊，啊无即阵就死甲对倒位去。了后我咱咧台湾头找到台湾尾啦，啊一个找无恁老母吼，规个人怎失志咧？敢有生一个查甫人哦？后来是我踮边仔咧看，甲伊开破互伊听，啊才阁慢慢恢复。当你家己想看卖啦，你甲伊做伙即阵仔来吼，你敢无了解伊的做啦？重情重义啊！哎，伊绝对毋是讲头壳要安尼对待恁母仔囝。你若要讲即件代志伊倒位毋对，
伊唯一唔对就是不应该去爱着恁老母。伊若要知影讲吼，爱恁老母爱到遮尔痛苦，爱互恁母仔囝受即款的折磨，我想伊唔敢爱。搁较安怎讲吼，伊都是你的亲生老爸啊，食到70岁啦，人生较偌久，啊，你感觉呢？忍心互伊安尼遗憾终身是无？你家己好好想看下，吼。报告总裁，病院检验报告出来啊 ，DNA 比对证实张君华确实是罗董事长的后生。哦，安尼真好。嘉文，咱即时来去张家一撮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张太太，这是病院的检验单，伊会当证明讲俊华是罗清芬的后生，也就是我的外孙。麻烦你看一下。我歹看啦，无兴趣看啦。阿母啊，你妈妈安尼，刘总裁，既然医生证明讲你是俊华外妈，阮嘛无话通讲啦。啊，不过你也替阮想看卖，阮翁仔某辛辛苦苦将俊华带到遮大汉，就出事到即马毋捌离开过阮，你甲带走，阮敢挡会牢是毋是？何况这代志甲罗董嘛有关系，你将俊华带走，阮是要替交代。我甲罗董事长中间的代志，我会互伊一个交代。是讲俗语伫咧讲嘛，生的请一边，养的功劳较大天。恁养育俊华20-30年，这个功劳会用讲是真大。论情论理，我是无应该甲恁拆散。所以俊华因若无意见，我答应互俊华继续留踮咧恁的身躯边。嘛同意伊甲恁友好到80岁年来。你讲啥？你要互俊华带甲咱做伙哦？是。而且我嘛答应讲，后摆俊华伊若娶某生囝了后，头一个后生互伊姓张，通我继承恁张家乡系，安尼好？你歹势张大姐，老夫人，你讲的是真的哦？敢真的？当然嘛，真是的。我拄则讲这个条件，我会请律师公证。其实，我是真希望讲俊华伊会当改姓杨，只有安尼生，伊才符合讲杨基集团继承人的身份。张先生、张太太，你敢知影杨基集团现主是有10几间公司伫咧等俊华来继承？这对俊华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你讲对啊？唔对？哎呦，即摆你讲啥拢对啊啦！哎呦，老夫人啊，你要互俊华留喺阮身躯边吼，阮就真欢喜啊啦！阮上担心的就是俊华吼会甲阮拆分开啦。你即摆要讲啥，拢通好讲好讲。是啦是啦。刘太太，你的意思是你已经答应了是？多谢你，真多谢你，多谢。哎呦，歹势咧，讲话拢无泡茶啦，我来泡一下茶啦吼。啊，进去。免客气啦，免客气。少年的，啉苦啦。歹势，我对你讲话吼，太快，歹势。袂啦。啊，罗董啊，你若来哦？我是要来找俊华啦。伊拄仔无电呢。哦。姚夫人，老夫人，真久无看呀，你毋知认得我无？我免哪会讲袂认的啦。啊，当初你嘛有代替我咧，替我走找我的查某囝宝琴。是讲哦，真可惜啦，伊竟然会，咱人都过身遐久啊吼，免去伤心啦吼。对啦，啊，恁讲要找俊华。是有啥物代志是？哦，一来吼，我是互伊甲清云安尼见一粒面啦。啊，二来我是来甲迄个张善林翁仔某参详，讲是毋是当互俊华认祖归宗啦？认祖归宗？
是啊，啊，庆云是伊的老爸啊，庆云是伊的老爸，也毋过真实的。我的查某囝宝庆，伫咧生俊华的时阵，伊甲罗庆云并毋是翁仔某的身份啊。我再讲，我的查某囝生俊华，伊是拼性命，牺牲着伊的性命，才将俊华甲死落来。所以我认为讲，俊华应该死有。无啦，囡仔当然嘛是爱对老爸生，才对，哪有对老母生啊？对老母生，遐那都无理啊你。啥物我无理？当初罗清云拐出我的查某囝走，感觉伊的行为都是有道理性。我再讲这件代志，我已经甲蒋先生因翁仔某讲好势，恁唔免搁踮遐咧白费心机。来，先食一下水果。来，我老夫人讲啥物？恁已经答应要互俊华对因后头厝迄边姓杨哦。啊，杨总裁就讲迄个俊华无。啥物？迄个俊华，你讲清楚啦。啊，伊讲迄个，感谢阮安尼甲饲甲爱我还等来。妈。啊，俊华。爸。坐好坐好。嗯。阮俊华已经吼承认啊啦，有代志问伊，互伊做决定。你什么代志啦？你敢知影我是啥啦？我是你的外妈，你知无？你是我的外妈。我从刚对香港坐飞机来台湾，目的就是为了要甲你相认。俊华，你敢知影？阿妈这么找你来，为了要找恁母仔囝。阿妈这偌济苦，你敢知？俊华，我刚才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总是甲你找到啊。你的老母在天之灵，哪知影讲伊所生的后生是这么优秀，伊一定会跟我做阿女的。俊华，伊是恁个外妈是？叫阿妈，叫阿妈。少伯。伊是你的外妈，啊，伊是你的老爸啦。好啦，啊，代志到这来吼，我看规矩安尼啦，你当正人面头前，家己考虑互清楚啦。看你是要吼对恁老母后头迄边姓杨，还是要对恁老爸姓卢啦？啊，照讲囝当然是要对老爸姓毋才对啦。啊，你毋知有理？你是咧讲啥？你毋通听伊后白讲。俊华，你紧甲我讲，你愿意缀阿妈姓杨对无？无啦，这吼爱甲咱老爸姓卢啦。无啦。哎，甲你的老母姓杨才对啦！甲老母姓迄就无理，你定爱甲老爸姓。阿妈姓杨啦！俊华，俊华。哎，俊华，哎，进来，华呀，华呀，华呀，好话啦，莫搁讲啊，好无？是啊，代志。张先生，你要让刀片现身，你应该甲大家好好沟通，甲代志解决才对啊。你讲啥？你是我，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张太太，实在真失礼，甲你惹遮多麻烦。我唔惊麻烦啊，我是惊后万一因若出啥物代志用我。阿姆，敢有俊华的消息？啊袂啦。安尼是要安怎？不要紧啦，你阿爸吼甲罗党因拢去找啊啦。新兰，来，这是俊华的外婆杨夫人呐。杨夫人你好，我叫李新兰，是俊华的朋友。李小姐，因两个感情真好啊吼，拢已经讲到要嫁娶啊啦。真是的哦。阿姆，我想要出来找俊华。好，啊你若找到，你会记打电话转来咧。好，你放心。老夫人，我先走。再拜托你。啊，较细致的啦。好。啊，你记得打电话转来互我。你哪安尼看我？哦，新兰，伊是杨夫人的助理周先生啊。你好。嘉文。这位李小姐是俊华的老朋友，你陪伊斗阵去找俊华，安尼我比较较放心。其实唔免遮麻烦啦，我家己来去就好啊。
不要紧，李小姐，请。好，爱记打电话转来呢。细致的哦。 你是好无？大家拢足烦恼你，你紧转来好无？我袂转去。你莫安尼啦！你总是爱等去甲因讲，你的想法是啥物？等去甲因讲，你想要安怎做啊？我会当安怎做？我问你啦，一边是我的外妈，一边是我的亲生老爸，还佫有饲我20-30年的老爸老母，你叫我要安怎选择？ 我知影你足为难的，我知影。所以我无得面对，无得做选择嘛。张先生，这件代志无人伫逼你，因为这是你家己的代志。除非你想要伫痛苦甲矛盾之间继续落去，要若无，你应该紧想一个办法，互代志有一个解决啦。你用讲的较紧啦，亲情甲明个讲断就断。 伊当然无用讲断就断，也毋过你也是会当有选择。好，我的选择真简单，就是继续留我的爸妈身躯边。那你就甲因讲啊，任何人拢有权利做家己的主人，敢毋是？是啊，俊华，周先生讲了足有道理，你应该将你的想法甲因讲啊。俊华。 找有无？找有无？找有，安尼拢找无啦。张先生，你敢知影俊华普拢是较常去什么所在？这问新人才知啦。啊，我来敲电话问新人啦。免，新人已经去找俊华啦。唉，早若知影讲吼，代志会变安尼，我也无应该逼伊。无啦，嘛是你逼伊，伊是我逼伊的。 唉，明知影讲伊就唔肯接受我，搁来遮咧催。老人啊，拢是我唔对，是你啦。你是唔通放弃呢？本来就无应该为难俊华，无应该强迫伊来接受我这个无负责任的老爸。我即摆只有希望伊会当平平安安，会当恢复过去安尼。 会当过着平平静静的生活，我就甘愿啊。清芬，你若会晓安尼去想吼，我就放心啊。我要搁来找俊华。等下，我看你也是先休困者啦。你的身体指在袂调，唔拄好正头掠起变做。我这条命算啥货？俊华的平安较要紧，我要搁来找伊。等。了解了。各位啊！ 我看哦，你休困啦，我来找就好啦。哎呀，你莫甲我动啦，代志我引起的，我无来找要哪会用的啦？我是惊讲这天气遐热，你指在袂调啦。只要求俊华肯原谅我啦，我准会死我嘛来找啦。俊华，你真是转来啊！你真是转来啊！ 恁老爸是安尼烦恼到要死哦！你莫搁逼伊啊！一切照俊华的意思就好，伊若好就好啊啦。啊，你的意思你是要放弃哦？我干来求俊华吼原谅我就好啊啦，其他的拢互伊家己去决定啦。俊华，不管你的决定是安怎，我拢100%支持你。你是我伫这世间上爱上关心的人。 恁外妈是一个好人，你若是要缀伊转去香港，我嘛希望你会当3不5时啊，甲我联络一下。
你若是无要转去香港，我嘛希望你会当常常甲我见一下面咧，吼。我会啦，董事长。啥物咧，董事长？就叫一个爸爸。好啦，好，咱来走啦，吼。老魏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阿爸，你无代志吼？啊？董事长，你叫我阿爸，你叫我阿爸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老魏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阿爸，你无代志吼？啊？你叫我阿爸，你叫我阿爸，这是我等到这天啊！这是我要我等到这天，我的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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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俊华，你卡吼会开嘴叫这声老爸吼，超婆我嘛真欢喜啦。啊，你我看吼，暂时啥拢莫讲，啊，你先等来去恁老爸公司甲斗3工，再去讲安尼好无？我无爱转去公司上班啊。是安怎来无？我想要一个人踮我做饭。你是要家己开公司是无？秀华，你若要家己开公司，资金阿妈甲你出。这唔免啦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。无食苦，我要哪锻炼出家己的意志？俊华，但得你会晓想。对啦，少年人吼爱加减出去外华咧，吸收一寡经验。是讲吼，家己身体爱细腻，有听无？我知啦，多谢关心。对啦，杨夫人啊，你答应我的代志，你都唔通袂记咧。阮华的若生哦，第一个一定爱姓张啦。对啊对啊，会啦，我会记的啦。头一个后生姓张，继承恁张家的香火，对无？会啦，代志安尼圆满就好啊啦。啊，今仔日咱遮拢家己的人嘛，安尼中昼我请食饭，哎，等来好好食一顿。好啊好啊好啊！哎，明天到你来食。食食食。是，好，我知影。感谢总部的安排，阮一定会积极争取甲维纳斯合作的机会。总裁，你总算倒来啊！总部拄则有指示讲维纳斯的代表人萧天爱今日来台湾呢。安尼有够安怎？不过总裁，最近度假村的 case 一直咧出状况啦，进度拢缀袂着啊。日本总部已经有真侪意见了呢，搁再加上这几工我拢找你无，我只好家己甲总部联络啊。你做得真好。要毋过，我有真侪代志，还是无得替你处理啊。总部已经甲维纳斯集团接触过啊，希望桃华苑度假村会当甲国际知名的美容 SPA 产业合作，再创话题，提升竞争力啊。这个构想真好，你尽量去做。总裁，我感觉这个 case 还是由你亲身出面安尼较好啦。我已经替你查到萧天爱的班机啊，我陪你到年去接机啦。你去就会用的。总裁，安尼无好啦。我听讲除了咱以外吼，国内还阁真侪业者嘛咧争取甲维纳斯合作的机会呢。假使讲你来当亲身去接机吼，萧天爱一定当感受到讲咱对伊的重视甲诚意，对咱未来合作吼嘛真有。我即摆无这心思，你了解无？总裁，我知影讲你即摆敢若想要甲怡娟紧恢复正常啦，要毋过公司你嘛袂用无管啦。怡娟，是因为我才会变甲安尼，伊是我永远的责任。我了解啦，
要不过总裁啊，昨暗伊嘛无困好，我要带了医生看。接机的代志就麻烦你。哎，总裁。哦。哎，啊，我买菜转来，你拢爱入去上班咯？我是日书已经送出去啊。你若话是就是啦，你应该互人时间哦，找人甲你交接才对啊，安尼么？对啊，华的，咱做人做事吼，拢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。啊，恁公司毋是你无用什么度假村的案子，啊，即马临时临夜你无爱去上班，你安尼互公司困扰啦。哎呀，恁讲我是拢听有啦，只是讲我真是无法度接受这个落档的啊。伊是你的亲生老爸啊，剩讲伊是大人啦吼，伊一直甲你栽培啊。吼，阮让你读遐尼侪年的书，你连种做人的道理拢毋捌，哦，足失望的。爸，这几工我家己想啊足清楚的啊啦。其实咱一家遐过20多年啊，一直拢是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嘛。你看，我幸福的，雄雄找一个亲生老爸出来，我真都感觉足解药的。走，华呀，你听妈妈讲，我坐啊过。你坐遮就好啊。这习惯是啊啦。哎呀，华呀，妈妈知影吼，安尼临时临夜吼，要叫你接受这个事实吼，确实也是无简单的代志。不过你爱知哦，不管哦你是有承认还是无承认，伊拢互你性命来到这个世间的人。你知影，恁的血管内面拢流同款的血。哎，这你拄则才共妈强要臭头，即摆你还要去接受一个害死我亲生老母的人，安尼敢袂想过结婚啊？毋是啊。君华，当初恁亲生母亲无将伊甲恁老爸的代志讲互咱听，啊，毋过看边仔安尼咱嘛歹势甲问，啊，毋过我咧想伊绝对不得已苦衷，你要体谅人才对啊。对啦，啊，人毋是你讲，天下什么无不是的父母哟，对无？虽然伊有对不起你，不过你爱互伊机会啊，伊毋但会忠心，你两再合报，对无？你讲妈妈，你讲有道理。那呢，我即摆结论就是讲吼，不管伊是毋是有苦衷啦，伊无顾无囝就是毋对。君华，好啦，莫甲别啦，莫甲别啦。就算讲你爱去罗氏上班啦，你敢会是考虑要去香港找另外一半？毋是啦，我无可能去香港啊！我才要做迄个好野人的囝咧，过迄种做上牺牲的生活，我无爱哦。安尼你有啥打算？我重新找一份头路啊。无啦，我是关心你不要逞强啦，不要逞强，不要逞强。哎呦妈，我是恁辛辛苦苦饲大汉的宝贝囝呢，我哪有遮尔软正啦？就算讲我无伫香港，无伫罗氏，我张君华赶快能闯出我一片天空。对。好，爸爸支持你 ，Give me five。OK，Give me five。啊，就给我有，你敢讲英语？搁加有。好啦，你真好，你要加油呢。董事长，你莫阁艰苦啊啦！阁有君华淡薄仔时间，我相信伊会转来公司。我知影讲，这个世间我有一个亲生囝，我就已经感觉真幸福。伊有要认我，无要认我这个老爸，已经无重要。也毋过董事长，讲实在的，我真是无感觉你无尽到做老爸的责任。迄个时阵，你根本就毋知有君华的存在啊！也毋过恁即马爸仔囝会当相认，我是感觉讲，你应该好好珍惜这份迟来的缘分。我想君华，伊早晚嘛会了解。也毋过董事长有一件代志足紧急的，我希望你即马会用马上做一个决定。什么代志这么紧急？君华离开公司，那安尼度假村迄个案都无人接，所以你是毋是要考虑让长生来负责这个案？长生也无适合啦。我看这个代志，就由你来负责。我，袂用啦，董事长，我毋是学建筑的啊，我要哪会当负这个责任？我讲你会用的就会用啦。我已经有甲明基集团甲因联络过啊。因讲要引进这个女性美容 SPA 的产品，啊，要来甲度假村结合。你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来提出意见，我相信会更加公正。董
董事长也毋过。好啊，你莫搁提示啊啦，这件代志吼交互你吼，我就上放心啊啦。毋是啦，董事长，你嘛知影，民警的总裁是阮小弟，我才是惊安尼做代志会无方便。亲情有啥物要紧啦？你若是真正认真咧做代志，有啥物人会讲闲话？对无？也搁有，即摆公司的情况，你嘛非常的了解。敢讲你真是伫咧即个时阵上介需要人的时阵，你无爱甲我斗相共。我当然嘛袂安尼。好啦，董事长，你若遮尔啊坚持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啊。你要去倒位？机场啊。去机场？你今仔日的行程内底无安排要去机场啊？临时接到消息，我要去机场接一个真重要客户。什么客户啊？当然是一个真重要的人嘛。你是安怎啦？疑心病莫遮尔啊重好无？我疑心病重嘛是因为你啊。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啥？啊，互你看啦。阮也是国泰美容集团代表人夏天爱啦。伊甲咱公司有啥物关系啊？这顶头敢若有公司的简介，也无伊的个人资料啊。夏天爱这人做代志行事低调啦，无爱伫媒体顶悬曝光。对大家来讲哦，伊是一个像谜一样的人。像谜一样的人，亲像伊这款查某人，毋是上容易引起查甫人的注意。你应该袂是其中之一啦，吼。讲话莫安尼口口声声。要若无咧，阮移动迄边的资金你嘛用甲差不多啊。即摆公司已经上轨道，你应该毋是想要拉拢这个查某来壮大家己的声势吼？其实我去哦，只有一个主要目的啦，就是要去看卖敢有甲伊合作的机会。志杰，你若想要对得起阮议长，你就无应该野心遮尔啊大，你应该一步一步将代志做好，安尼阮议长就会真欢喜啊。好啦，你别安怎想，随在你啦。你也是要去哦？我来工地看卖敢袂用的。爸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即摆公司大细项代志拢是你咧做主，我留伫公司也无啥代志啦。甲几个老朋友见一下面，看是要拍球、运动，还是食饭，拢较袂遐无聊啦。爸，你嘛应该爱休困啊，运动对身体较好啊。啊对啦，公司的代志哦，你做你放心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。你这世人拢遮尔啊辛苦，即马好无简单会当休困者。你想要去爬山、游水，还是拍球？做你去啦。青春亲像一蕊花，开的时阵这呢美丽，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，爱情总是予人痴迷。爱甲心肝